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宣召今天是路加福音第2章第16节。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亲爱的上帝，我向你降服，将我的意念、计划和前面的道路完全交托给你，恳求你成为我的主，在今日完全掌管我的生命。在这美好早晨，我们满心赞美你，在这预备祷告中，以平静、感谢、喜乐的心来感受你的赐福，聆听你的话语，好让我们预备好自己，得着祝福，也帮助我们住在你里面。以上都是奉靠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接着由社青小组为我们进行敬拜。弟兄姐妹平安，平安，很开心今天可以一起来敬拜。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如果你身体许可的话，我们邀请你一同起立，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2020即将进入尾声，我们可以带着感恩的心跨入2021。让我们用感恩跟肯定的心一起来敬拜。神的道路，神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世界不错误，一步一步带你前途。神的道路，神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时间不错误，他的时间不错误，神要带领我们一同一步一步的带领，一步一步带领你前途。感恩跟肯定的心，他立大地，他立大地的根基，他让云彩空中漂浮，是他创造，是他创造生命气息，生命气息，是他应许照顾赐福，神造万物各按其时，耐心等待必要欢呼。耐心等待要欢呼，他立大地的根基，他让云彩空中漂浮，是他创造生命气息，是他应许照顾赐福，神造万物各按其时，耐心等待必要欢呼。耐心等待要欢呼。
诗篇65篇11节，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眷顾我们的神，从岁首到年终，他的眼目时常看顾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无论在家庭、在职场、在服侍，我们是否常常体会神的爱与带领？是否体会出自己已经领受出许多神的恩典？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这一年当中，我们或许经历了辛苦、疲倦，有的人有病痛、失望、不如意。然而，当中更多的日子是平安、喜乐、健康、顺利的。感谢主，赐我们有生命去经历这些多彩多姿的日子。我们知道，无论高山或是低谷，你都与我们同在。愿我们能够常常思想神的恩典，也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常常数算他的恩典。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心意其实在，唯有你爱不更改，每个季节恩典只有满满。虽然经过水与火，靠着主我就刚强，每时每刻你与我同在。呼唤心意即实在，唯有你爱不更改，每个季节恩典只有满满。虽然经过水和火，靠着主我就刚强，每时每刻你与我同在。你的恩典够我用，能力覆庇我软弱，靠着耶稣的神有得胜。我要唱着你的爱，永恒无尽头的爱，永不离弃，一生常相伴。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一同低头闭眼，我们一起思想神带给我们的恩典。主啊，你看顾我们，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使我们不至于缺乏。你也看顾我们，为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纵使我们犯下得罪神的过错，你也赐给我们白白的恩典，担当我们一切的罪孽，背负我们一切的重担。主，你对我们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主，你是这样对我们不离不弃，我们是不是也能够对主说，主，我们要做一个爱你、跟随你的人，永不离弃，一生与主相伴。弟兄姐妹，我们在一起从头唱。呼唤心意即实在，唯有你爱不更改，每个季节恩典只有满满。虽然经过水和火，靠着主我就刚强，每时每刻你与我同在。你的恩典够我用，你的恩典够我用，能力覆庇我软弱，靠着耶稣的神有得胜。我要唱着你的爱，永恒无尽头的爱，永不离弃，一生常相伴。你的恩典够我用，你的恩典够我用，能力覆庇我软弱，靠着耶稣的神有得胜。我要唱着你的爱，永恒
我的爱永不离弃，一生常相伴。永不离弃，永不离弃，一生常相伴。慈悲爱我们的天父，主啊，万物生命因你所赐，世界大地因你而立。你的蓝图时间永不错误，虽然世界变化纷扰不断，但神你的爱永远不改变。主啊，2020恩典只油满满。主啊，众儿女们向你呼求，因你是做新事的神，新的恩膏、新的恩典、新的成就将要降临在荣光堂。主啊，降临在众儿女的家庭，降临在众儿女们的心里面。主啊，我们在此宣告，新的一年2021年有更多的恩典。主啊，新的一年是一个得胜的一年，新的一年是死而复活，死而复生，死而复活的一年。主啊，众儿女们在此宣告呼求，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称赞神的荣耀。弟兄姐妹，等一下也要请你们帮忙，要拍手。你是做新事的神，你是做新事的神。我要向你唱新歌，我要向你唱新歌。恩典怜悯，每天都是新的，新旧新皮带，每天要吃下。你是做新事的神，我要向你唱新歌。恩典怜悯，每天都是新的，新旧新皮带，每天要吃下。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跟着节奏拍哦，节奏快点。对，没错。你是做新事的神。我要向你唱新歌，恩典怜悯，每天都是新的，每天都是新的，新旧新皮带，每天要吃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
掌声归给他荣耀的父神。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攻读《使徒圣经》。弟兄姐妹，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灵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谢谢社青小组，荣耀颂。会众请坐。今天起应文在诗篇第148篇，待会由我念单数节，会众念偶数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从天上赞美耶和华，在高处赞美他。他的众使者都要赞美他，他的诸军都要赞美他。日头月亮，你们要赞美他；放光的星宿，你们都要赞美他。天上的天和天上的水，你们都要赞美他。愿这些都赞美耶和华的名，因他一吩咐，便都造成。他将这些立定，直到永永远远。他定了命，不能废去。所有在地上的大鱼和一切生羊，火与冰雹，雪和雾气，成就他命的狂风。大山和小山，结果的树木和一切香柏树，和一切牲畜、昆虫和飞鸟。世上的君王和万民、首领和世上一切审判官。少年人和处女，老年人和孩童，都当赞美耶和华。愿这些都赞美耶和华的名，因为独有他的名被尊崇，他的荣耀在天地之上。他将他的百姓的脚高举，因此他一切圣民以色列人，就是与他相近的百姓，都赞美他。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接下来公祷，我们在天上的父，为了世界肺炎疫情及会众做祷告，在肢体、心理、工作、家庭都能在疫情下得平安。如有需要帮忙的，也能够得到医治。也为着我们的国家社会平安做祷告，使众人有余力去帮助他人。要一切都做主的工。谢谢你为荣光堂增添恩典，多了牧养方式，让会友能够听进、分享、宣扬你的话语，按照你的话语而行。阿们。主导文在周报封底。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接下来经课部分，我们请蔡家庆弟兄来攻读。弟兄姐妹平安。平安。今天的经课在第一处是在以赛亚书61章10节到62章3节，在新约圣经当作旧约圣经820页到821页。以赛亚书61章10节到62章第3节。10节请。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上帝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好像新郎戴上华冠，又像新妇佩戴装饰。田地怎样使白骨发芽，园子怎样使所种的发生，主耶和华必照样使公义和赞美在万民中发出。我因锡安必不静默，为耶路撒冷必不息声，直到他的公义如光辉发出，他的救恩如明灯发亮。列国必见你的公义，列王必见你的荣耀。你必得新名的称呼，是耶和华亲口所起的。你在耶和华的手中要作为华冠，在你上帝的掌中必作为冕旒。今天经课第二处在加拉太书4章4到7节，在新约圣经207页。加拉太书4章4到7节。及至时候满足，上帝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上帝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们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上帝为后嗣。这是今天的经课。谢谢那个嘉庆弟兄。接下来是读经，今天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第2章22到40节，教会圣经第64页。路加福音第2章22至40节，教会圣经第64页。按照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要把他献于主。正如主的律法上所记，凡头生的男子，必称圣归主。又要照主的律法上所说，或用1对斑鸠，或是2对雏鸽献祭。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了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冲圣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
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孩子的父母因这论耶稣的话就稀奇，西面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贝利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又有女先知，名叫西拿，是亚瑟支派法内利的女儿，年纪已经老迈，从做童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住了7年就寡居，现在已经84岁，并不离开圣殿，禁食祈求，昼夜侍奉神。正当那时，他竟前来称谢神，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约瑟和玛利亚照主的律法办完了一切的事，就回加利利，到自己的城拿撒勒去了。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接下来献诗，请诗班为我们献诗，曲名是《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谢谢诗班。接下来请牧师为我们证道，题目是一样心，两样情。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在主日早上跟大家一起见面。这一周是一个很特别的主日，因为这一周又是2020年的最后一个主日，同时也是圣诞节之后的第一个主日，所以以教会的年历来算，从圣诞节开始就是新的一年的开始，或者是叫做新的一季的开始。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听到今天早上诗班的献诗，他的名何其美。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做礼拜的时候常常来思想他的名何其美。当然我们的敬拜团今天早上唱的诗歌，新的事将要成就，所以我们会发现一个很妙的事情要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发生。当我们思想神的名，它是何等奇妙的，而且这个奇妙的名要让我们看到在教会里面有新事要发生在我们的当中。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期待明年2021年的时候，能够上帝做奇妙的事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看见奇妙的事、美好的事要发生在我们中间。愿上帝来祝福我们。或许在这一年当中，每一个人这一年会有一些的评语，或者是叫做评估。有的人会对一年当中会写一些字，比如说像有些在网络上面，或者是像一些网页上面都会说这一年代表的字叫做什么。那也许每一个人的代表字不一样，但是每一个人在自己的代表的字当中，这是你对你这一年当中的一个评语或是评估。或许我们不一定都是在很顺境、很顺利的环境当中，但是即使在不顺利、不顺境的环境里面，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一些正面或是好的意义。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朔末年终的时候，虽然我们这一年并不见得过的都是如意的，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这一年当中找到一些正面跟好的事情。比如说，也许你有好的学习，有好的成长，也许你重新认识一个人，或者是你重新认识上帝了，或者是你重新的从经文里面找到一些喜乐的事情，让我们都可以从一些事情当中去找到一些正面的意义。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好，开始前一样跟大家分享一个笑话，一个故事，只是一个笑话，千万不要太介意啊。各位知道，男生在家里面最尴尬的场景就是常常要卡在这个妈妈跟媳妇跟自己的太太的当中。所以你知道很多人都很不喜欢说这个跟妈妈跟媳妇在一起的时候，其实男生是很不自在的。特别如果常常被问到一个问题，假如你如果掉到水里面去的时候，要先救你的妈妈还是要先救我啊？很多人会卡在这个关上面。有一次这个婆媳跟这个儿子3个人，他们就在这个河边这边走，然后一时兴起，这个太太就跟她的先生问说：老公，如果我跟你的妈妈掉进水里的时候，你要先救谁？然后结果这个先生就跟他讲说：那你试试看啊。结果后来这个太太就真的跳进去了。当她跳进去的时候，这个婆婆就跟她的儿子讲说：儿子啊，你怎么娶一个这么笨的媳妇呢？到底要不要救她呢？所以千万不要冲动哈。有时候可能你会觉得好像一时兴起，想要去证明些什么，很多事情是不必要去用嘴巴去证明的，或是用哪些事情去证明。我们上次提到，信仰是在我们的经历里面，受洗是1个小时、2个小时的时间，但是你要用一生的时间去证明它。你要用一生的时间去证明你的信仰，而不是只是做某一件事情就表示我的信仰很坚固，或是我的信仰很好。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认识到，求上帝给我们智慧聪明，让我们能够知道用一生的时间来去证明我们的信仰。所以上个礼拜我特别提到说，我们的这个诗班的献诗很美很好，因为我们在很多事情上面，我们很多技巧或是学习上面，我们的诗班是很投入的。但是我们的这些长辈们，他们今天到凤山去献诗，他们也许唱的并不甚好，或者他们唱的五音不全，或者他们有一些比较没有学习到的地方，但是他们用他们的生命在唱诗歌。所以每一个人在献诗的时候，都用他最好的来献给上帝。所以愿上帝来祝福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也许我们敬拜上帝是一样的上帝，但是我们用不同的方式来敬拜他。愿上帝来祝福我们。好，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的话进入我们的心中，做我们的帮助和力量。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来祝福我们。好，来帮我按一下哈。
好，我们举起圣经来祷告，我们用这个祷词来成我们的祷告，一起念经。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圣诞节才刚过啊，礼拜五是圣诞节。但是当过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也许都期待接到一份美好的礼物。只是当我们在过圣诞节的时候，对不起，这个太早了啊。好，过圣诞节的时候，除了你接到的礼物以外，你有没有接到耶稣成为你生命当中最美的礼物？我们常常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就是我们的庆生会里面常常那个寿星没有出现，知道那个意思吗？我记得我在25年前，我在那个专科毕业的时候，毕业前我去淡江大学，那时候有那个办一个圣诞舞会，然后我就跟一些同学第一次去看人家在办圣诞舞会，哇，那个圣诞舞会那个场景非常的漂亮，然后一堆男男女女在里面在那边跳舞，在那边欢乐。可是你可以想见一个事情是，寿星在哪里？你能够了解那个意思吗？我们在吃圣诞大餐的时候，我们吃得很高兴，但是那个寿星、那个生日的那个人好像不在那个当中。所以我们可以想见一个事情是，没有耶稣的圣诞节，恐怕就不是真的圣诞节。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能够看到，当我们的心愿意能够给耶稣有机会进来的话，那将可以让我们看到。对不起，帮我按因为今天这个事好像有点怪怪的。好，可以让我们看到上帝透过耶稣降生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可以看到奇妙的事要发生在我们的心里面，让那个生日的主角真的进到我们的当中来，而不是我们把那个生日的时候把主角给丢了，然后我们过自己的那个生日 party。愿上帝来祝福我们。当我们的心愿意给耶稣一个空间的时候，耶稣就要进来，并且要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耶稣2000年前来到世上的时候，一个小马槽的一个地方让他降生，他就改变了整个世界。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心能够让耶稣住进来的话，那么他将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的心能够被上帝来改变，生命能够被主来调整。很多人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是当我们的心愿意被主来调整跟改变的时候，上帝要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跟过去不再一样。好，看下一页。所以我们明年有一个新的计划，有一个新的要推动的事项，就是我们希望明年开始，我们要在教会里面的一个年度的目标，我们希望往这个方向来走。这个方向就是2021年教会就是家庭，家庭就是教会。所以我们期待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一个家庭，一个属灵的家庭，而我们的家庭也能够成为教会延续的一个地方。我记得在几年前有一个姐妹，一个老姐妹，她这样讲，当然她是因为年纪大了，所以她的父家也不在了，所以她这样讲，她说其实每个礼拜她很期待来做礼拜，为什么？因为她说好像回到父亲的家一样。一个出嫁的女儿回到父亲的家，心里都会感觉相当的温暖，都希望要跟自己的父母亲能够在一起，跟自己的兄弟姐妹能够团聚在一起，那是很美的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现在的时代跟社会里面，也许搞不好你跟自己的亲人或是跟自己的家人，不见得每一个礼拜都能够有机会可以来这个见面，但是每个礼拜天你居然都可以跟一些弟兄姐妹，跟一些没有跟你血缘关系的人，可以同在一个地方来在这里敬拜上帝。所以可见得我们跟弟兄姐妹的时间，也许搞不好还比我们跟自己家人的时间要更多。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珍惜能够来到教会里面的机会。所以教会就是家庭，家庭就是教会，期待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一个大的家庭，让很多人可以回到父亲的家中，这是第一个意义。第二个意义就是让教会能够进入到家庭的里面，让家庭能够继续的延续教会里面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很多时候我们的教会跟家庭生活是分开的，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在家里面可能也许我们讲话不是那么客气，有时候我们可能会骂小孩，小孩会
念念自己的爸爸妈妈。可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大家都很客客气气的，大家都对彼此都很有礼貌，都可以包容、跟原谅、跟接纳。但是我们期待能够把教会这样的氛围带进到家庭的里面。如果我们能够对外人客气，如果我们能够对别人客气，那么我们应该也是要对自己的亲人要更加的客气的。所以我们期待教会能够把这个家庭把教会带进到家庭的里面，让家庭也能够成为教会的延续。所以这边头一篇提到说，因为家庭是培养人参与教会的地方，所以牧养家庭也是牧养教会，这是第三个我们要提到的意义。牧养家庭就是牧养教会，牧养教会也是在牧养家庭。所以我们期待教会可以在家庭当中能够产生影响力，让我们的家人有机会能够来参与，好像在家庭当中，就像在教会里敬拜上帝一样。我们也期待我们的教会能够像家庭一样，包容跟接纳各种的不同。在家里面有年轻人，在家里面有年长的，在家里面有权柄的人，也有顺服的人。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也一样，在教会里面我们也有服侍人的人，也同时也有一些叫做去指挥别人，或者是去领导别人的人。每一个人角色不一样，但是我们都在一个家庭的里面。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明年的时候，2021年，我们可以进入到这样的一个阶段里面，将教会带进到家庭的里面，让教会成为天父的家，成为我们回到父家的一个地方。然后让我们的家庭能够成为教会里的延续。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能够在2021年有这样的一个新的调整跟新的改变。我们看下一页。所以当然，如果我们希望家庭能够让教会成为家庭的延续，让家庭可以成为教会的延续的话，那当然我们要认识到，知道谁才是家庭里面的主，或是谁才是教会里面的主。我们请大家看一下这一节经文，马太福音1章21节的地方。这一节经文也许大家很熟悉，我们刚刚提到说，在生日宴会里面，如果没有那个寿星的话，那个生日宴会恐怕不是一个真正的生日。那这个生日的寿星到底是谁？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的经文，马太福音1章21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一节圣经，一起念来。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的名字就是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所以让耶稣成为教会的主，让基督成为家庭的主，让耶稣基督成为你家庭的主，让你的家庭能够认识知道，我们能够脱离一切的罪恶，能够脱离这些的罪的辖制，都是因着耶稣基督。所以这个名字对我们极其重要。刚刚早上我们的诗班唱的这一首诗歌叫做他的名何其美。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来看到这个名对我们来讲那个意义何等的重要，何等的奇妙。上帝来帮助我们。我们看下一页。我们今天看的经文里面有两个人，这两个人他们在一般人来看，他们也是叫做很一般很平凡的人。我们在上个礼拜提到有一个人叫做玛利亚，这个玛利亚她也是一个很平凡的一个姐妹。有一个人叫做约瑟，这个人也是一个很平凡的木匠，在平凡的家庭当中生出一个不平凡的人。同时在教会里面有两个平凡的老先生老太太，对人家来说他们是一个叫做nobody， 或者是叫做在教会里面或是在圣殿里面没有人会去注意的。但是这两个人对耶稣在降生的当中，我们从经文里面看到的，对我们来说是有极大意义的。我们来看一下在25节的地方，今天经文25节的地方，我们一起念一下这一段的圣经，一起念来。在耶路撒冷叫西面，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一个人，这个人叫做西面。这个西面这个人，谢谢。西面这个人，他说圣经里面形容他又公义又敬虔，然后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而且他又有圣灵在他的身上。这个人他时常盼望上帝，这个人他是公义又敬虔的。
你可以想象一件事情是，这个老人家他持守他的一生，要走在敬虔的路上，为的是要等待那个救恩能够临到他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姐妹，一生的等待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一生的等待能够得着那样的恩典，能够得着那样的救恩，是何等不容易的事情。有的人等待了一生，却没有得到任何的这样的一个改变。但是有的人在他年纪即将老迈的时候，或是他年纪大的时候，他能够找到生命的真道，对他来讲是一个何等丰富的事情。今天下午我们有一位老人家要进行告别式，这个老人家在我们当中，他也许不是一个很长，就是已经来做礼拜很久的时间的人，他不过就是一对年轻人他们的父亲。但是对他来讲，88年的人生当中，他在这一年里面，他找到生命的意义。当今年9月份他在受洗的时候，到他的家庭里面，10月要受洗的时候，他找了我们之前的陈启峰牧师，还有我到他们家庭里面，还有几个弟兄姐妹到家庭里面，他做了人生当中一个决定，就是他要脱离他过去的这样的一个信仰，他要能够来相信耶稣。在他11月已经开始渐渐进入昏迷的时候，有几次我去探访了他，在当中我有问他说，你会因为你的病痛的关系，你会觉得信耶稣是很辛苦的事情吗？他居然告诉我说没有，他认为说他仍然持续每一天跟上帝祷告，他仍然盼望着，他说虽然他希望能够生命能够再延续，他希望再看到他的孙子能够再结婚，但是虽然时间上上帝没有给他这样的一个答应，但是至少他在离开世界之前，他仍然持守跟盼望着他的信仰。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能够持守你的信仰是不容易的事情。以色列人这样说，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坚持跟持续不断。很多人可能坚持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没有了，有的人很可能坚持了3分钟就不再有信仰了。但是这个信仰能够持续一生，到年老的时候，这个人还持续的公义敬虔，而且还盼望着这个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这是一个不容易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不容易的人能够在他的生命当中能够做奇妙的事情，上帝让他在年老的时候能够得着这样的一个救恩。来看一下耶利米哀歌5章25节，这里所提到的，我们来念一下这节经文，一起念来。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这个人等了一生的时间，这个人等待很久的时间，在他年纪老迈的时候，他终于等到了他的救恩来到。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里面28节，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这个他当然是指耶稣。当他接过耶稣的时候，他就称颂上帝。他称颂上帝什么样的事情？他说，主啊，如今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的去世。亲爱的弟兄姐妹，西面老人家这个弟兄，这个老弟兄，他说当他抱到耶稣的时候，他说，主啊，你可以释放我安然的去世，因为我的心已经满足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因为遇见耶稣而让你觉得心满意足？还是你觉得还有什么东西是你想要去追求的？有很多人即使信了耶稣，但是他还有别的东西在追求，而不是把耶稣成为他内心当中真实的满足。有一个人在中国过去很有名的，有一个人叫做孔子，因为现在可能搞不好很多人没有去读过他的东西了。论语里面有一句这样的话，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能够了解那个话的意思吗？孔子说，如果今天早上我听到真理的话，即使今天晚上我就要死了，我都觉得内心当中是平静安稳的，我都觉得是有价值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因为找到耶稣而觉得我即使今天我就离开了世界，我都觉得心满意足吗？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西面他即使要离开世界了，他都说我觉得我心满意足，因为我已经得到了，我已经得着了这样的救恩。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帮助我们，得着救恩是你这一生当中最大的满足，得着耶稣是你这一生当中最大的幸福，而不是得着宾士车，不是得着房子，不是得着很多的好的名声。
有一首诗歌，可能大家有唱过，但是不知道那首诗歌其实对我们来讲，一个那个坚持是多重要的。有一首诗歌叫做《我宁愿有耶稣》，可能当中有人会唱这首诗歌。我宁愿有耶稣，生于世上，荣华富贵声望。我们有很多人反而追求的是什么？荣华富贵声望。而保罗说这些什么？这个都叫做粪土。所以有很多人去找人家的粪土，但是却没有去找到那个生命当中最宝贵的。所以上帝帮助我们。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西面当他在面临人生要结束的时候，他说：“我的心满意足，因为我已经找到了那个救恩。”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西面没有很大的一个叫做去跟人家到处去宣讲，但是他能够让他的心能够满足平静，这是一个很美的事情。你信了耶稣，有没有让你的生命感到平静跟安稳？我们看下一页。另外一个人的表现就不一样了。我们来看另外有一个人，这个人叫做亚拿。这个人在圣殿里面，他其实年纪也很大了。我们看37节的地方，这个人他年纪已经多大？我们看一下37节，我们一起念一下这一节经文，一起念来。现在已经84岁，并不离开圣殿，禁食祈求，昼夜侍奉上帝。这两个老人家有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他们盼望上帝的救恩，他们敬虔公义，他们在教会里面不离开教会，禁食祷告，昼夜侍奉上帝。这些人他们是年老的人，但是他们一生的持守。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能不能够去想象一个寡居了84年的人，在这节经文里面他说寡居了84年，另外的解释除了叫做他84岁，他说寡居了84年，也就是说他已经年纪很大了，他甚至已经是单身很久的时间，但是他仍然在教会里面持守他的信仰，他仍然侍奉上帝，他仍然没有失去他的信心。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是不是看到一些年长的弟兄姐妹，他们信仰的美好，他们持守一生的信仰，而激励我们，让我们也能够这样的坚持跟持续不断的走在信仰的路上。很多时候我们常常看到有些人在路上行走的时候，很快就放弃，因为世界何等的美好，所以就进到世界的里面去了。很多人会看到世界有很多他想追求的东西，他就离开教会，进入到世界里面去。他追求的东西不再是以耶稣成为他生命当中最美好的事，以得着耶稣成为他最美好的事。也许他会去寻求别的东西，但是这个人亚拿这个人，他84年他都在寡居的状态，但是他不离开圣殿，禁食祷告，昼夜侍奉。他以侍奉上帝成为他生命当中最大的满足。我们看下一页的地方。因为遵行基督的特别吩咐而受苦，是一件快乐跟蒙福的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对我们来看，这两个老人家他们真的是叫做，也许不是一个很聪明的老人家。很多人去追求世上的享乐，很多人去追求世上的一切，很多人去追求世上的财富，但是这两个人他们都选择要留在圣殿里面，要来侍奉上帝，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可以来到。这两个人对我们来看，他们就是一个平凡的人，他们就是一个平凡无奇的一个老弟兄老姐妹。但是圣经里面透过这两个人的宣告，让耶稣基督降生的事情增添了许多的色彩跟意义。20年前我在当神学生的时候，各位千万不要觉得当牧师当传道人就敢去做讲福音的工作，或者是敢去跟人家介绍耶稣。20年前我记得我在当神学生的时候，去一个教会里面实习。当我去实习的时候，各位知道去教会实习都是要参与很多的侍奉。那时候我跟一个老姐妹，我们在教会里面，她是一个就是在教会里面很敬虔的一个老妈妈。他们几个年长的弟兄姐妹，他们都在礼拜六的下午或晚上的时间，他们都卷起袖子，然后带着水桶，带着抹布，擦教会的礼拜堂，擦教会的桌椅，擦教会的窗户。礼拜天早上的时候，他们就会在担任这个叫做这个发周报当招待的时候，他们参与侍奉。有一次我跟这个姐妹在门口当招待，这个姐妹来来往往经过教会的人的时候，她每一个人都跟她讲说，来信耶稣，来信耶稣，信耶稣是很棒的，很好的。我是一个神学生，但是我不敢
跟经过的人说，来信耶稣，信耶稣很好，信耶稣得永生，信耶稣是很棒的，我不敢说。可是这个老妈妈，她每一个经过的人，她都说来信耶稣，信耶稣很棒，信耶稣是很美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有念神学院，他没有。我比较年轻，他比较年长，但是他敢跟人介绍耶稣，而我不敢。亲爱的弟兄姐妹，老人家虽然他不懂得很多的神学，虽然他也许字不懂得几个，但是他能够用他的生命来见证耶稣。所以不见得我们每一个人一定要念多好的教育，或是念多好的一些的东西才能够去让人认识耶稣。你的生命就是最好的见证，你的生命就是最好向人介绍耶稣的一个管道。好，我们看下一页的地方。但是如果人要认识上帝，你必须要花时间的。这个姐妹，我刚刚虽然说她并不是一个叫做认识几个字的姐妹，但是她很敬虔，是她每一个查经班小组她一定来报道。虽然他看不懂字，但是他一定要听牧师告诉他今天的这节经文的内容是什么。所以人要认识上帝，必须要给上帝时间的。所以任何与上帝培养关系的时间都不可以算是白费的，而且是应当要花时间的，专注的在那样的一个地方。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一天当中你花多少时间在给你的上帝的时间？也许你花在电视上的时间很多，也许你花在网络上的时间很多，也许你花在一些娱乐的事情上面很多，但是给上帝的时间是不多的。但是千万不要自责，牧师不是叫大家说好像年底到了，大家要开始自责说我好像没有时间来读圣经祷告，不是这样。每一天15分钟的时间，你如果愿意的时候，每一天15分钟的时间，让你自己可以跟上帝有一个美好的交通。有一个很有名的将军叫做麦克阿瑟，他说他每天即使再怎么累，他一定要看完一段圣经才要休息。每一天他再怎么累，他一定要分别一段时间，他要读神的话，让上帝对他说话，他才要能够休息。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能够在你每一天要睡觉前有15分钟的时间，让主对你说话，让圣经对你说话，让上帝亲自对你说话的时候，你将不会再告诉别人说我没有听到上帝对我说话。好，我们看下一页的地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亚拿他怎么样去反映他的信仰。38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38节，一起念来。正当那时，他进来称谢上帝，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赎的人讲说。亲爱的弟兄姐妹，有看到这两个老人家不同的表现吗？一个心满意足，我认识耶稣，太满足了。另外一个人的信仰是什么？我得着耶稣了，我要去告诉别人，我要去让人能够知道，我要让所有的人能够晓得我得到那么一个好的消息在我的心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正当那时，他进来称谢上帝，将孩子一切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赎的人讲说。你真正得着耶稣的时候，你应当是可以告诉别人的，因为你亲身经历到。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不敢跟人讲说，或是你没有办法跟人讲说，或许你要重新反省，是我有没有真正经历到那个救赎的恩典。如果你经历到，你应当是可以跟人分享的。好，我们看下一页。如果我们要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自己必须要先成为亲近上帝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但是前提是我们要先成为跟上帝亲近的人。好，我们看下一页。最后这段经文的里面有一个大家很少会去注意到的地方，就是耶稣虽然经历到在圣殿里面有人抱着他，然后讲了很多好听的话，讲了很多这些的事情，或者传说他的一些的奇妙，甚至有人跟所有的人盼望以色列的这个安慰者来到，或者是有很多人他透过这个亚拿的宣讲，好像有人就认为哇，这个小朋友很厉害，很特别，很不一样。但是40节的地方让我们看到一个事情是，这个小朋友他不是因此就到处去被他的父母亲秀给人家看，他们是回到哪里？回到自己的家里面。所以40节的地方他说，孩子渐长，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上帝的恩在他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不是像
一般我们所看到的小神童，哇，今天我们家里生了一个小神童，我们到处去秀一下，到处去让他去演唱表演，到处让他去秀一下他的神迹，并没有这样。耶稣是回到家里面，跟他的父母亲一起平静的生活。恐怕有很多人不晓得，曾经有佛教徒，他们光为了这一篇写了一篇的论文。他们写了一篇什么样的论文？他说，耶稣的童年在圣经里面没有被记录到，所以他们就揣测说，耶稣有可能到印度那里去，跟这个佛教学了很多的这个叫做那个能力法术这些东西。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他们的认为是这样，但是我觉得圣经里面有一个伏笔最美的地方，就是他的童年回到他的家庭当中，跟他的父母亲一起过家庭生活。这才是最美的。不一定你要去有多显赫的能力，不一定你要去像刚刚提到的，有很多叫做神童、小神童，小时候就被大家带去到处去渲染，去讲说，你看这个人多厉害，多奇妙。他很平静的回到家庭当中过他的家庭生活。好，我们看下一页。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到明年的主题里面，家庭是神起初的心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我们的家里面，我们的孩子很优秀很厉害，我们可以让他可以有很多的才艺可以表现，但是最美的事情是他能够回归到家庭的里面，跟家人跟父母亲一起的相处。我曾经看过有很多的一些童星，小时候他们都很叫做很兴旺，或者是叫做他们到处都被邀请去做一些表演，但是他们很少有正常的家庭的生活或是学校的生活。一个孩子他能够回到家里面有正常的家庭的生活，是何等美好的事情。上帝透过家庭来祝福孩子们，让年轻的孩子们他们透过家庭祝福他们将来成为一个美好的家庭。所以家庭对孩子的祝福是极其重要的，这也是上帝起初的心意。我们看下一页。好，所以今天我们要看的内容里面有几个我们可以学习的。第一个，等候并盼望上帝的人是有福的。所以我们今天所读到的西面跟这个亚拿，他们都是等候跟盼望上帝的人。也许你是一个等候盼望上帝的人，你要相信等候跟盼望的人是有福的。我们看下一页的地方。所以主耶稣必赐给我们超越忧愁的快乐、忧虑的快乐。也许你的快乐不是外加的，也许你的快乐不是从别的地方来的，但是你内心真实的平安跟喜乐是上帝要给我们的。因为上帝祝福我们，耶稣所给我们的是超过世界所给我们的。好，我们看下一页的地方。第二个，上帝常常用平凡的人做祝福的工作。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包括上个礼拜我们所看到的玛利亚、约瑟都是很平凡的人，他们都是很平凡的家庭。今天所看到的亚拿还有这个西面，他们也都是很平凡的老人家，但是上帝用平凡的人做不平凡的事情。好，我们看下一页。所以德瑞莎修女这样说，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做大事，但是我们可以用伟大的爱做生活中每一件平凡的事。所以也许我们不见得每个人都可以做很大的事情，但是你仍然可以用那个爱心去成就一些平凡的事。愿上帝祝福我们。或许在教会里面，也许你觉得我的侍奉是很平凡的，我不过就是一个诗班的班员，我不过就是小组的里面的一个小组员，我不过就是一个在教会里面一个小小的不见经传的，没有什么被特别注意到的一个年轻人。但是上帝要透过你要做奇妙的事。你要相信今天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都有美好的呼召。看下一页的地方。第三个，这也是给我们当中的父母亲的一个提醒。上帝透过父母亲要祝福给孩子，所以如果父母亲不以金钱的榜样来教育孩子，那么其他的教导方法也是没有用的。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透过父母亲的一个金钱的生活，来帮助我们的孩子们回归到金钱生活的里面。好，我们看下一页的地方。所以如果你要教导孩子有关神的知识，你自己要先认识神。这是我们希望在今年在年终岁末的时候给大家的一个提醒。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认识上帝，那么我们自己要先成为一个认识上帝的人。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更多，以至于我们的孩子跟随我们的时候，他们也能够跟着认识到有关上帝的事。好，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结论的地方。神恩待敬畏他的人，
所以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行的道路，他必安然居住，他的后裔也必承受地土。愿上帝祝福我们，在岁末年终的时候，牧师期待给大家一个这样的祝福：神恩待敬畏他的人。所以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行的道路，他必安然居住，他的后裔也必承受地土。愿我们今年都能够领受这样的祝福。明年新的开始，我们真的期待像这些年轻人今天唱的那首诗歌，我们期待有新事要发生在我们当中。愿上帝来祝福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为我们的今天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这个礼拜天是我们在这一年当中的最后一个礼拜，愿你祝福我们。当我们回首过去的一年当中，你所给我们的恩典，无论是顺境或逆境，我们都相信你有美好的福要赐给我们，也让我们在新的一年开始，给自己有新的期许、新的期待，让我们能够看见你要做新事，在我们的家庭、工作跟生活的当中，愿你来祝福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牧师的正道。接下来是金句背诵，《路加福音》第2章40节，《路加福音》2章40节，我们一起来念2次。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身上。《路加福音》3章40节，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路加福音2章40节。接下来是回应诗歌，在心灵良诗选第140首，歌名是《神圣主爱》。
献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所奉献的都是由你的恩典而来，都是属于你的。神啊，我以正直的心乐意献上这奉献，坚定我的心归向你，叫更多人领受你的爱，做你所喜悦的事。以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会众请起立。会众请坐。接下来，我们唱，我们成为一家人。唱第二遍的时候，请大家以拱手代替握手问安。大家可以彼此拱手问安。大家请坐。接下来报告的话，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是拣选重要部分，那完整的请参考周报第3页。下周日1月3号为国台语联合崇拜，将举行1月圣餐礼拜暨立约礼拜，请弟兄姐妹预备心参加
执事及诗班儿组老师预留时间参加立约仪式。教会办公室将于2021年1月1日休假1天，弟兄姐妹若有急事，请打牧师手机联络。教会将于本周四12月31号举办跨年餐会，为无法返家过节或家中较少人口的弟兄姐妹提供餐食，愿意参加者请向牧师报名。那当天查经祷告会暂停1次。下周日1月10号下午12点30分，将于201教室展开1月份小组长暨执事会议。请执事们预留时间参加，并将提案交于办公室。年终会计即将结账，尚未报销收据的，请尽速于12月30号前向办公室申请。110年第1季1至3月的服事轮值表已经传至各群组，张贴公布栏，请大家记下自己服事的时间。愿上帝纪念赐福同工们的辛劳。肢体消息：今日12月27号下午1点半，在副堂举办黄金土弟兄告别式。因参加仪式的亲属人数甚多，为避免群聚感染之风险，建议除了献师同工参加外，其他会友请以纪念不参加的方式来追念黄金土弟兄，谢谢大家配合。身体不适做祷告的话，有郝文章牧师身体，黄彩和、陶英兰母亲，黄婉子、林淑英母亲，周春和身体，赖瑞美父亲身体，赵连秀母亲身体，黄清良身体，黄生峰父亲，涂红淑妃摔伤骨折的恢复，杨之华脊椎术后的及先生骨折复原，苏品纯牙齿矫正，孙妈妈身体，孙素华师母的母亲，周雄身体的复原代祷。接下来会众请起立，三一颂。接下来，请牧师为我们祝福。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慈悲怜悯的天父，愿你将恩典从天上倾倒下来，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天经历你丰盛的恩典和慈爱，在新的一年当中，赐给我们更大的恩典，让我们每一天经历你要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带来奇妙的改变。愿你祝福我们的工作、家庭、生活一切蒙恩。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门颂。会众请坐。殿乐。